那叫哪？叫断灭，断灭，断灭空。这个空啊，讲断灭，你若这个上，这个指向，这个实相。无相理相，内空离空。就讲你实空不二，色空不二。以心经来讲，叫实空，实空不二。色就是咧讲相，色就是咧讲相，色就是咧讲相。这个空就是讲空，叫做色空不二。色离空中，空离色中，你嘛袂使甲即离相，嘛袂使甲即离空，你嘛袂使无相，嘛袂使无空。所以咱伫心经就来讲，色归空，空归色，意无意就是讲无离开的意思。色空不二，色空不二，色空不二。这个空就是哪？伊这个空就是空性，会当断人的。因为空离色中，色离空中，因为袂使甲跳开去。所以你讲以灵言义，我有相离相，无以空离空。就是咱好讲吼，欲见诸相，非相，离相不相。这个哪出来？欲见诸相，离相非相。这个出来后尾部的，你就看见诸相的，你就看见什么事？空离空，你空的内底当中，空嘛是一个相好，空嘛是一个相，这个空相好。离空嘛在离哦，那安尼即点出来，根本面的道理就是贡献的，所以叫三地道学，三界独立，所以你来讲，欲极跟上，即跟下降，欲跟即空即种无欲转即上啦，因为即种上实现。所以什么叫做显现？你能怎样对色见有一生之后是人行学道有意识变化，有因叫做是人行邪道嘛。所以呢，你今日当中，我有相理相理讲，欲转即上即个邪见，你不跟你啦，不能做出来。这个邪见嘛，给你把当作真相。比如讲啦，比如讲。咱看一个物件，看一个物件，这物件变偌个？咱早仔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和尚啦艺术早啦艺术做少年的时阵，3年的时阵，去到拜，看一个姑娘足水啊，姑娘水到你看到看伊个心灵内底，伊等于到庙寺了后。伊当时咧想做，头一做遐水就对了。经过几十年了后，这个和尚已经老，嘛在等。要等的当中伊的心就一直想在做，就进入迄个有一上啊水了对了，有死袂去。迄只上对死袂去。伊的弟子知影，就去请当时因师傅，上去讲迄个。所以变成安怎？不啦，伊个面孔变得真是惊。你行路土八行，从当时你几十年前迄个左影咯，看一个尔，就去到走。因为他放下了嘛，我当时看这水这看要靠边，他真正真歹了。过去一堆我较进一条比看我较歹看。安尼这唔对放下。咱人就是咱静嘛，就是静嘛，放不下嘛。比如有一个放下，唔要看物件，放下。你搁拄着你叫人放，你若拄着你放袂下，会生出现。早迄个平时以后，因一个小歪车楼，伊小歪当时伊呢，迄个听讲是贵宾内底当中有那是一个迄个早那是一个大厦安尼咯，伊要去做一间校，咱嘛使咱嘛使，咱是一个国家咧做大厦，咱嘛使。
但是伊即卖使人要出门，要写课，拢用咧小麦来写，真好。啊，你小麦嘛做好叫，安尼叫，安尼。有一日当中呢，讲我外囡仔，讲的时阵啊，要请去宴会嘛吼，请去到遐迄个心肌梗塞，请到病房敲门。我敲伊咧后当中吼，我因迄个外师啊吼，我今暗时啊行咧惊几暝，我那像小人啊，困袂去，惊几暝，佫离个厝咧惊几暝啊，我那是规个药神无数啊。因某去学，因读着了死去了后，因为伊毕竟药神无数，伊若要出门，伊个那个伊个迄个手囡仔吼，甲指甲做好势，伊个衫裤，甲手甲做好势，全拢因读着。按他种是做有能力啦，安尼。伊个当中，真心有影，我听我来讲，人生总是安尼，啥来难放下，真心有影，放下，放下是简单啊，毋是咱经历的代志啦，咱经历的代志，可能放得下。我知影啦，哭无要怎？哭袂安怎啦？无你要怎讲啦？哭嘛对不对？但是真正毋是简单。因为在阮当时，有一个调研咯吼，迄个中国大陆调查研究，一贯就处理这个看个，你材料看个，因若个因为使迄个大大赛，叫大赛安排迄个车。在咧讲错，啊！伊用要到迄个马尼拉，你啥？你条路吼，伊走路塞车，即条路安尼行吼，咱安尼行，迄条路安尼啦。即条差伊总爱驶伫遐，总爱驶伫遐去迄条。逐个警察就来闪边啊！警察来闪边啊！毋是警察啦，迄个警察就去叫因遐边个来驶伫遐边，去看洗了偌大路。台湾即嘛安尼同错啦。阮经过遮袂行脱条的吼，伊即马迄个警察，伊开迄个迄台车啦吼，加迄个怎啊，有当啊，靠伊对逆方向走，是的吼。所以有权甲有势有钱，迄可以可能有世间嘛，你去国全天拢免钱，安尼对吼。所以而家来讲，这个旁边。这个技巧，这种下面，逆转直空，逆转直空啊，这个问题，如果咱若这面看啊，咱就是有这个执，有这个执着的三名无缘，伊毋是叫做求，毋是叫做无量，它不是污染，那叫执着，安尼对了下面这个无缘，这空即人。直空的人啊，有讲究啦讲就是讲这个佛法，讲这个经典。咱经典无甲咱讲，但是咱执着的当中啊，这经典比前拢无起毛啦拢都直言，直言不用文艺，这不用文艺，言就不好污言啦。如果你若无用文艺，你嘛无特别语言，基础言语便是文艺之上，有文，一刀不留文字，接触不留两字，嘛是一个文字。意思讲，因执着文字，你假设是不着文字，迄两字文字不着文字嘛是文字就对啦。你嘛按照执着。所以伊这就是来看，以前嘛讲，讲你着相，着空，定也不容易，不容易。是关于迄个菲律宾要讲经风景的时阵要收了，其实伊个一个查某囝咧关于小哥去歌过来玩啦，伊妈妈讲，听伊说啊，讲经理咧讲经风景毋免听啦，经风景讲空啦，讲经风景讲空啦，安尼啦，毋免听啦，讲正字啦，我讲这空。这个呢，
就是代表你这个表伊足好，你若拄着瓜利用，伊就靠讲你啊。瓜利用啦，瓜利用你知影？金毛变成瓜利用啊。当时佛陀，当时迄阵佛陀咧当中做忍辱仙人的时阵，我站手的迄个瓜利用。哦，你拄着迄个白针啊，站手来站脚，甲你手，会听咩？伊讲袂听。你袂听，你看他们读起，但是当然人记住迄个经来是不可思议。已经讲17分就14分啊，17分就讲咯。我是要用大利用这在身体时，有你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讲是有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应生前论。这个金刚经内底14分，14分哦，还是只有14分了，就讲的是什么呀？这真正是有这个代志。啊，你当时光利用伊就是传这中国这个塔拉嘛，因为是我那个小分一个，迄顽皮的迄个功能，我白种啊，哦，咱的主人伊遐有困难，咱就来试啦。啊，是有时咱做几个同行业，看着一个师傅伫咧修学的，好，但是看伊啥物，我是忍辱仙人啊。哦，你讲到吼，一件中午听，一件中午会当去播的，你大家来，哦，这个书讲道理，好动作就咧听。啊，你听的时阵，我像那挂了，真是讲，这个小丫头啊，我走到这个去啊，一个吹说哇，我走对了，同行来去，我了不生气啊，我理解也好卫生，我是中午，我不管的。安尼，伊讲我就是管你啊，你是唔走啊？我领导非常是，你是像个时阵啊，迄个是北韩迄个啊，迄个金美豪放讲啊，甲我个时阵甲我补水叫，我听着朋友来要去啊北韩锻炼嘛，迄个金美豪有无？我该听到，该点就迄阵是国菜咧。哦，啊你就说，身体弱到啊，是爱到了，手啊怎么动？好，怎么动？你身体要别受气啊，爱听你讲咩啊？你讲你该打开，人家想不可思议哦。不可以。咱这个想那是广告市场哦，但是咱金光经有记载，人生观念有记载。好，你的身体要，我别受气啊，没受气。地球上就有生命，天行健哦，北地金光，哦，所以你这个天地的这个心灵大脑，哦，东方大宇啊，气脑嘛，这个观念嘛，然后做这个代志吼，一个类似呐，天脑啊人法，所以你个当中嘛惊死啊，这方面嘛惊死啊。有诶时阵啊，去弄些啊，现在啊，我做唔对啊，你个时阵啊，吼，你下生活吼，天皇地皇吼，啊，当中啊，希望你，吼，你个时阵注意，本来就是原本就我无法当我亲人或者讲啥物啊，伊讲确实是安尼，伊讲我若讲诶事实，啊，我这4支啊，他们伊手边他都配合倒转，但是后世人会当叫做转世，我头一个我就要道你。好，后世人的条件就是这个忍辱仙人的转世，以前啊去讲出世，当个你讲我迄个我去看，迄个我去抽迄个时阵啊，迄个啊，迄个道迄个。啊，所以伊4支时间真正会倒转。真正有一个叫做不可思议的能量在内底。你嘛，未来的当这是它是有个思想真理在内底。哦，所以呢，你这个当中它讲啦吼，你研究有意啦吼，人也故意啦吼，基础这个语言也是故意啦吼。
看无义之相，这心嘛好就是无义之相。到了迄个思想内底当中咧，就是咱连分义两句嘛对，伊这对。你若即味有，即味分义，即味空就即味这两种对。即味有嘛有清净，即味空嘛有清净。这个两边嘛，空有这样两边嘛，分义就是有嘛，不是就是空嘛。安尼你若讲我不是分义，伊就来讲你不是分义，两义嘛是分义。安尼啦。这个物件就是，这是重要，你得听一遍。当你因暗时真正入到你的梦乡的内底当中，你有识分义，你有识空无？你有这个思想无？有这个善，有这个恶，有这个思想无？拢无代表你人，你就自信你内底啊。但伊的思想无分别去哦，但是伊有自信自如的，那会发现你内底，你的心内底。这就是点解讲啊？你画这无意象，画这无意象，带咱自己。你一执一项，执为无意，甲执为空，执为无意拢唔对，安尼对啦这是因为咱三十六岁内底当中啦咱暂时先讲到这个不要搁落，因为这种事情搁咧看，关迄对象嘛不要再讲绝对对啦因这物件可能像讲到这个意见就是要叫你跳出对立法你跳出对立法，要进入你的想法，这是拢做咧空间的。你若了解伊这方面了后，其实这36岁内底当中总修正，你若甲这物件其实内底总修正，拢同讲一个物件，会叫你这个哪，袂使进入两边进入对不对？就是讲你跳出着两因这个了解这个因进入了这个实体，伊拢是一个这样。对立拢是世界法一切，绝对那叫做出世界法，安尼对，绝对出世界法，对立拢总是这个世界法，所以讲这对立的物件，拢是世界法。要安怎应付？要去度化有情的众生，如果有情的众生伊出什么因，伊讲什么话，你要用什么物件去答对？但是你若答对了后，爱个看了一遍，不集中便利，觉得这个两边物件，所以咱要做对了，因为当时我做那个企业达到参会当中，应有所做新提升，伊答讲一切办法不离自性，一切办法的物件拢对自性生，那你自性生一切办法，不是一切办法生自性放不来了。无自性，无这个自性，一切万法内底当中，相对你个报这，毋是这36对，你还是对拢，但是你有自性了后当中，迄对立的，拢是一种的相应的物件，拢是相应的物件，拢是两边的物件。但是你练伫这个自性，一切万法听好，不离自性，迄个自性就是伊的因性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叫做世界法，不离自性，迄个自性叫做世界法。咱这个修学道重点就是要了解迄个自性，所以上师傅咧讲，拍根本，迄个拍地不离点，拍地不离点啦，根本不离性，算不离性。你感觉哪离开性了，叫做世界法。感道感觉哪离开心。你若讲叫做一切法，一切相法，若讲叫做实法，都离开伊本体嘛。这36岁一切物件，若离开本性，离开迄个空性，你讲的物件拢叫做对法，拢叫做世界法。所以伊什么叫做大乘法？什么叫做上乘法？什么叫做世界法？什么叫做这个叫小乘法？拢是这。有一个自性，讲你自性，这第个物件叫做叫大乘法。对啦，所以呢，咱第一关的提出。
咱就当得到咱三宝生活这个上限啦。安尼吼，今日时间来变短吼，而且祝愿各位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啦吼。好，谢谢各位，谢谢。大众请起。感谢父前人慈悲前道玉公，坤道玉吉公，地方向无极山行3吉公里前道玉吉公，在吉公3吉公，感谢父前人慈悲吉公，感谢北门之慈悲吉公，坤道玉吉公，在吉公3吉公，感谢父前人慈悲吉公，感谢北门之慈悲吉公。实价向无极老母行3吉公里前到一公，在吉公3吉公，实价前1公，送价付前1吉公，送价北门师1公，分到玉吉公，在吉公3吉公，实价前1公，送价付前1吉公，送价北门师1公。好，大家。cảm ơn.